是天灵宝马你就方圆，是个做亏的料子。你这个做奶奶老太的，好讲不了。都是你们的美意。大姑娘，我们要走了，再走一回吧。我要陪大哥为难起你。吃了喜酒再走吧，家人不要太客气。哎呀，你踩着我地筋了！哎呀，原来是你兄弟，今天是哪一阵风把你吹来的？喏，西吕兄弟要我替他洗衣服洗脸，我送洗脸来了。哦，你兄弟有文高深，是百里挑一的兄弟，这副洗脸啊，定于名堂，打开来让我们看看。哪里，这是信手接力之作，吹吹热闹而已。请西吕兄弟，西吕嫂。呀，真哎呀，错啦！她不是七吕嫂，她是七吕娘。不是西吕嫂，是西吕娘。是啊，我们叫二叔母。先生，请用茶。啊，二叔母，遇到不知在无在，方法结怪。先生礼多了，请坐。不了，有生活等着我去讲苦你。先生。受尽多少？哎，城里城人何必结外？有了了。两代年纪名声广，一门小天玉英茶。好，写得好。上面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指的是两代结义一门小天。喏。我们武术的太祖奶奶13岁就修了国门礼官，后来俗认为她是被列传流芳有士。哦，就是陈奎那个政绩办法。这第二代嘛，只得该是大伯母与二叔母了。七六兄弟，你说对吗？是这个意思。祖辈请进，我本该请小爷。大哥弟啊，我们好走了。哦，七六兄弟高兴。好，最好。洗脸可好啊？洗脸虽好，只是这今年日事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你不喜欢，那我听吧。起来啊！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你讲吧。
文兄没听。去看看我爹娘怎么玩不来。我这就去。妈妈，你怎么也去了？宝妈，你又在哭了？在哭嘞！今天是希望末月之喜，我高兴都来不及，再靠你。宝妈，你开心是苦伤你悲伤堂堂那夜来临，自己虽小心我，你经过一切事情你开心，自己自己早上听我在后面听他来。哎呀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是知心话嘛。青岛，爹妈来了呢。我爹娘来了。爹娘啊，亲家公亲家母好啊。好啊。娘怎么到现在才来？娘在家里忙，又是他不开心。什么家里嘛，还不是为了实际这生态的直播。你看，你这张嘴巴还是那么厉害呀！亲家公亲家母，敬礼二嫂。来，
娘，那离我去。情
说大相思个三千重。大伯母，快到里屋喝杯喜酒去。夫妻长寿的，不要客气了。哟，好标致的孩子呀！取什么名字？取名叫西娃。西娃，这次公话好吉利的名字。将来西娃做了官，上他这奶奶请过政治办法，好好的威风。西娃外孝，讲这个太早了。不早，越早越好。你们看，常的那座政治办法，虽是我们现朝太祖奶奶的。他从小虽花知识不易，连皇帝都知道了，拒绝他立了这个政治办法，这也是我们做忠臣的荣耀呢。是吧？大伯母，你塞了一辈子瓜，怎么不立个大方威风呢？我命不好，你婆婆命好，与子与生的啊。我婆婆17岁收花，这是命好吗？虽然她也没有儿子，讨妻女不过是你兄妹而已。知道，尽管58道阴差正法，你的力气也得给一给。
兄弟可该要小进步。这叫我怎么说你？可惜呀，大伯母没有我这样的媳妇，要不然呀，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。好，我的将在手，我打。慢点，小王了我的儿子娶不来媳妇，才会来孝敬我这个伯伯呀。我要去希望回南去喽。真气死我了！小姐在生的推人心，不懂兄嫂一夫，总以为人儿是难有福，在自己一本家里不公，见得不到不自从。家的媳妇，她有过错，她丈夫为大，要骂还有我这个做婆婆的为骂，其实嘛，陈大姐，咱一道嫁出的女，泼出的水，就让他们母家人自己管教，留的生在寒气哟。我不信路。是小姐的不是了。喂，去！娘，我母，妻女，你从起你不是何道理？大伯母息怒，我是要好好教训于他，是要与我好好的教训，不然我就亲手送上来评评这个理。孩生啊，这是命里指定的，你可千万不要与非分之想哦。我醉了。宋大伯母，宋大伯母。还不想不骂亲人？不骂不骂，你们本来就是兄妹嘛。从现在起，我不再叫他不骂。你给我讲嘴起来！刚才说你不叫我不骂，那你说该叫我什么啊？我想该叫你姐姐妹妹姐姐，我的好妹妹。
是使用不及，被赶去。先生再见了。咦，你不是我家的儿？儿是我吗？是啊，是我家王贵打扰了你。原来是你家的王贵。不管，遇到当头那位主人你了，算了。先生，请坐。七律兄弟呢？他们夫妻俩一清早上把茶叶菜呀去了。且慢，遇到立下不正过，寡爹不拿律，君子忘我于为所也。世人告辞了。先生，你的衣衫破了。哎呀！谁知被狗失去脚，如此狼狈模样，叫我若曲解有声，这便是何事好哦？先生不必着急，你将衣衫脱下，我给你蒙上。脱下衣裳，这怎么是的？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是我将王贵咬破了你的衣裳，应该让我来赔补。此次与老二十不了，先生礼多了。遇到李都人不怪嘛。好一个礼多人不怪。先生快脱下吧。别小看这个人马病啊！刚才你家的王狗还与我挣扎7年，事实上来，先生连早饭都没有吃过。先生，请稍等。
过兵从前，怪不得衣衫破旧也不行，同命上联，同命上不与我联系之心伴着婆婆给家，他还是21岁呢。我们家有吃有穿的，难道你诚心滚他出门？难道你诚心让他为你带一辈子孩子，随一辈子家？不知是你诚心，还是我诚心？陈大，我是为他好啊。
去才得见。身上前去来要距离，插上一朵女花，系上一条丝罗巾。就在这里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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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去哪里？妹妹的娃儿记人心，正好比春风吹散莫天云。对他道理深长情，三九永世不忘与他。要齐结。这里忙生一线尘。
就从这场
句话， 3句话，先生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先生，三句话他为谁哭？他恰是几代芬芳为爹我，长音长我能的人，清亮明眸三观路，先生三句话，我不依在他相中，三叉杂万那是故，衣裳将洗够劳苦，那雨也尽在花木，观所望阴关路。叫花长生3年里，常来风雨是成主，只好先生松松土，已在不许飞功夫。夜话云条雨波，恰原来松沙上门是艰想起了3天之前雨成他好心劝我娶媳妇，他说道与为姑娘人品好，冤家是不也苦，莫非就是三句他。我与我于是欢喜培养我。
冒冒失失把名声顾，现在茶两年叫花茶味谁最好？可惜他更亲自送一子离故土。来，说，吃吧，吃吧，吃饱了好说话。天下雨了，不要委屈了。
辛苦一场，奶奶。一定是你不好，傻奶奶伤心。是一阵风吹得我眼睛发酸，哪里是希望不好呢？今天我把接人下来的药材买了，给你买了一块1两。哎呀，爹些年才在多金的少，你叫我买什么医疗啊？6、7年了，你没有添过一件新衣，我故意不去。今年我要让你穿上新衣过年。你呀，总是这么生。你喜欢吗？阿夏，这么细，叫我怎么能穿你？怎么不能穿？你晚只有儿子8、3年。奶奶能穿，奶奶穿上这件新衣就更漂亮了。奶奶我老啦，奶奶不老，别人的奶奶头发多罢了，奶奶呀真年轻，比大姑娘还年轻。大姑娘穿的花花绿绿的，你为什么不能穿啊？大姑娘她命好，奶奶我命苦。
爹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命，如今爹明白了，命就是自己拿主意。你要想做的事，你大胆去做，成功了，你的命就好；要是你成人败部，尊前顾后，落得个终身遗害，你的命就苦啊！我明白了，我想穿新衣，我去穿，我的命就好。奶奶她有新衣不敢穿，她的命就苦。乖子，你真聪明啊！奶奶，你看呀，你看呀，命不要求你的下山，命是注定的，什么事都得听天由命。昨晚我替你拐子菜一起看见，你金山才有好大风哦。我这一辈子也难报你的恩情啊！你来了。妹妹，
天理君亲丢郎，哎呀呀呀！你怎么把娘字写成了郎字啊？那郎和娘有什么两样？希望来，郎是也许是要吃人的，所以他是反权吧。娘是在生你养你的女人，应该是女人吧？你懂了吧？娘是谁？是生我养我的女人。爹啊，我是哪个女人生的？谁是我的娘？当给她与娘，阿莫她也与娘。我的娘在哪里？我要娘，我要娘。希望，别问你是谁把你养大的，是奶奶，你身上的衣服是谁给你做的呀？是奶奶，晚上谁陪你睡觉呢？也是奶奶。有了，奶奶带你养你，我要给你做新衣服，跟娘有什么两样哦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奶奶就是娘。什么？你我这家奶是不是在奶就害思想？是娘，我家奶奶就是娘，我家奶奶就是娘。你们母子在闹什么呀？快进里面吃饭吧。娘，你在是什么呀？奶奶，娘啊！今生将我的文当，一笔君亲丢了，希望与爹无余娘。我子娘亲生模样，长在第八道里讲，才知道养我、教我、爱我、疼我，爹爹亲亲的奶奶就是娘。你不能这样叫，你千万不能这样叫啊！为什么不能叫？奶奶不听我了。好儿子，你不要哭，你先去吃饭，等会奶奶再告诉你。好，我先去吃饭，奶奶你可不要来掉。妻，你不给弟子这么生，现在再没有说错，你比做娘的做得更多，娇生娘也不会当不起嘛。你糊涂了，这不是当得起当不起，这是明白，这是明白。妹妹，你话未出口，心里来，问那人家妹妹，我为我儿父之间，妹妹梦如
恨啊！皇上的名分将身哎，自古道生生还是要生的，你比生我公家配，方妹妹莫上谁话心，全责亲娘莫是配。大家有日你须的忙，生意自度实空贵，举世一才留在去。无需非一字真爱，妹妹，难道你还在恨我吗？我不能有非凡的自信，我不能有非凡之想。这都怪我，这都怪我啊！你这个我可怜你，这都怪我。娘，你们为什么当家？你们不要当家！孩子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秀儿。你娘不当家了，我也不哭了。我家奶奶就是娘，我家奶奶就是娘，我家奶奶就是娘，我家什么？你讲什么？你说你家奶奶就是娘？我爹就是这样说的，奶奶就是娘。哟，奶奶啊，可好你，你真晓得。不要脸，不要脸！什么奶奶就是娘啊？莫非你奶奶啊，就是你爹的老婆啊？难道不是你们爹老婆，就不是我的老婆啊？你弟弟和你奶奶是两夫妻啊？你弟弟和你奶奶是两夫妻啊？啊！哎，让我来！不要吵，不要嚷，让我来把新闻讲。不说药，不说情，喜欢的奶奶就是娘，喜欢的奶奶就是娘啊！吵什么？你们吃的。秀儿，快起来！先生，他们在欺负我。一伙大弟欺负小弟，正太岂有此理！先生，是他自己求此理嘛？先生，他说他爹告诉他奶奶就是娘，他们说他弟弟他奶奶可好呢，有说有笑。秀儿，这些话可是你讲的？我爹就是这样说的。先生，这个娘比亲娘还好呢。
到背阴晴，他夜雨盈盈渡关前，举子卷卷碧玉扬金，独自为风云波擦早已忘，为此日我梦萦千转千年真，总以为他心事苦尽安于民，谁料他历经半道不奔问三九啊，纵然你难以尽你见，也不给母子来人为生兄。算了，到日下井的人比君子，我必先设法相聚这罗京城。这件事要是张扬出去，我家要出人命的，我不能熟视无睹。对，我还是去找我家保姆生命，以防我与你所遇。唉，回去。吴保姆，你这样匆匆忙忙到哪里去呀？我到所长那里去。为了何事？哎呀，这就这么讲得出口你？是不是为了西律的事？哦，你也知道了。两字一耳。唉，家门不应遭后根，客户客谢再生死在心。吴保姆，你不要生气，遇到小不容者乱打我，这件事还不你到所里去讲。为什么？这是你无日门中的丑事，要是传扬出去，岂不是往你自己脸上抹黑？哎呀，是啊，我是气糊涂了。哦，宁先生，你们到私人办法都快听我出出主意吧。我都有个良机之计。哦，快说出来听听。吴保姆。难免要生是非，倒不是终于千里临入夜，保管他背一句爱道理，一来希望月娘，二来门风年少的。我在他之意，明日去托妹去这心，只不过一人姑娘哪里有是谁？所长的外甥女叫王月丽，张烈婚与家丁。年纪30
日子，那是一定一定越快越好。在家为人我自己，女家为人对这怎么是的？这怎么是的？哎呀，聂先生，你倒是君子于城上之美，先生不能欺人劫难，我吴家祖先定归荣于天下。如不我说陈道美，光阴过得真快。我说一过12个冬至节，陈道美一过第7个冬至节了。你们是好人，请放心吧，家里平安无事。希望一年比一年冬至，今天也是冬至节。我说陈道美，你们恭喜了，快回家过节吧。什么？心中无鬼，鬼不上门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最近你听到什么美语？美语啊，美语。好事不出门，却是千里门。趁两位花纷纷，都是你。什么？都是你与其律，不管不行，不清不白不干净。因为母子爱夫妻，小希望奶奶不教教娘亲，不家死的本亲吧，小弟去与家分，一计一针无所起，真可以上相不分。
叫我去死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的日子比死都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是这样。你的心头难道我心去不苦吗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你，这是命运是这。大伯，你救救我吧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儿子，大雨别过，只要你为其命走去其望，走去其望。怎样才能保持你自己的命军，对得起死去的残道？保持自己的命军，对得起死去的残道？我不能这样做，我不能这样做！大伯伯，我求求你，你放我走吧，你放我走吧！你不能走，要知道，你还是吴家的未亡人，吴家的未亡人。生不得，即死不能。你于心何生啊？三舅，也是为你好啊。上人他几岁为上，啥是绿颜在传扬，长辈先生举小房，啥是绿颜在传扬。二嫂结下烈无光，啥是绿叶在传扬，飘飘后悔在回荡，山峰爬着最大枝，长着可以开枝桃，青发众生自在飞，从这上下一望，分说一对自己相依，公开上去把去路上，山下放牧一日过来人，只管从他的须全，我能山去难逃，你不能不来上山中。
掉环境，我已经保存了13年了。这段旧事，我只有在梦中去追忆它。妹妹，你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再不要这部事情了。我今这是我受的何经？一条
仿佛放弃。好啊，你尽管在王妻面前因为不归西龙寡貌啊！所妻之事，你从此不懂。不，我不能因我在我就不在此。起来，孽子！主人和你将我引出为妻所犯，能知道大能应声真作为我要你，难道你真的恨了心了吗？我三舅。
希望，今天是你弟大喜日子，你不要吵闹，快去拜见你娘。娘，她不是我娘，她谁是你娘？你快去叫一声。我听这个奶奶她就是娘，娘。这个贱货！嘿，陈东，希望
那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，你抢也走了子，你想过没有？妹何必把奴家做鬼当生命？只要抬头爬起